那时间是正式是上的时间，拢种人他那大啲槟榔全马来啊，渐渐入来，拢种对啲外国入来的教讲，我人教的佛教是正式的佛教，伊人讲我人的佛教是他那哈他那的点声。佛2500几年前讲的佛教未用了，这句话，伊人真正好胆敢讲安尼款的话，因为佛的假释是叫做 truth， 实在的物件，实在的物件，未烂未臭，未讲 old fashion， 未讲甲了拢。old fashion 啦，下面旧款的用了呗。咱来看，佛讲啊，这个正是人生老病死，死了过来出世，出世了过就老病死。这个嘛那会讲啊，故事是安尼啦，他那无生老病死了。他那个生老咗呢，无影生老病死，咱就要知这个实在。若是你要去较深，我讲，你看水啊，一后水，这个他那人旁我一后水，正实这个就是hydrogen 2分，oxygen 1分，几百 million 以前几百 million 年以前本是 H2O。从来过几百千million年，本是水是 H2O， 这个是叫做正实的物件。正实的物件，人那是大量，伊是好的人，也有极善的人。正实那是讲人那是自私，伊是无好的人，伊是就讲无极善人。这个是实在的物件，人国经几百千million年，若是讲一个囝有孝甲爸母，惊着爸母赡养伊，啊，女我的囝真正好。万来国经2500 million年了后，囝来有孝咩妈咩，我有孝甲我做咩事？这个是无实在的，所以佛教的路，这了是实在。佛教是啥物啊？听好好看，佛讲啊，人死了就出世。若是讲啊，善款的讲死了免出世，无得着有影善款的教对。特别讲这科学啊，研究讲有影他那，你看伊人他那阿毛人，伊人他那啲查考啊，拢总。为囡仔来出世，会记正事的事，伊人直直写直直来，了伊人来去查考看，有影一个囡仔讲对无？看了拢总今日科学证明讲，有影正事、正2事、正5事、正10事、正几百事，伊人看那相信有影。耶稣教故事讲无影，看那伊人大点点唔敢讲，因为逐年百几本的册出来讲。正事的人，有的囡仔来出世，正事虾米，伊会记得了。所以这个物件，甲了是佛教的路，是实在物件。咱死了，有的人讲地界是无影的。今日科学证明，伊人看啊，到底 America 甲 England， 伊人有一个叫做一个 group， 一吨的一个叫做一个 scientist。伊人啲训练，伊即叫做啥物啊 ？Near Death Experience，NDE，NDE 嘅名，伊是 Near Death。逐人要我死嘅时，即系科学拢总去研究去看。And then 伊人有看，真正济即个阿毛人，特别死嘅点声，伊人看到地极是有影。有一个伊要伫要落地极的时，等伊看到一直起，一直黑暗，一直起着黑暗，伊看到拢总即
真正野鸟的物件。所以这个甲了看来人讲 near death experience 有讲有影有只地基，了有这个讲人死了就就要来出世，这个我是互人知。第二项我要介绍路人啊，死了出世，这个31年不是我去想出来的。你看这个大地，这个巴黎门压出来，巴黎门啊！我早起我有压一条纸互人，一条书互人看。2000几年写的书，正拢总写的人是死过罗汉的人，拢总在谈着觉哦。人甲了一招佛讲的物件，伊人写出来。这个人若是死了，一出世达人这个31年，31年是叫做咱当人叫做三界。老人若是踏过去，这个北传的人讲三界 ，3 worlds。头一界就是叫欲界，欲界是欲火真正济。但咱这个欲界是11个，但咱们11个是4个是苦的，4个是苦是地狱、禽兽、恶鬼、妖精、妖怪，就也是阿修罗。这个4个苦的所在，因为哈密树已经出世那边，因为人做了10号款的恶，一定就要落去那边出世。他那我写淡薄互人知，10号款路人会记，到路人若是买求咧苦的所在，这个10项唔通做。太杀、太爸母、太阿爸、太阿妈、太亲情、太朋友、太人、太狗、太猫，这个甲了卖。那是人，那是无太，伊是有自卑的人。太头铁，这个声音爱冲击人的物件。这个欲界啊，有了查甫，有了查某，有时查甫对查某，有时查某对查甫，有时两人平平对。所以这个甲了啊是黑暗的物件，家己有无了，家己有查甫人了，真正清。个清气，个唔使惊到 H， 去老弱去乱做。你看 America， 大部人去乱做，对来这个病 H 好也查某人，查某人大部人大好惊，到这就 H 落去啊，100%过了4-5年，才就死了。就 H 个真正凄惨。因为路人家庭有着 H， 无半人敢活路，太高的人本人敢活。太高讲啊，唔动着一上古就好。那是这间厝有 H 啊，人唔敢入来啊。一帮西人唔敢到啊。一长一间的水长一出来啊，人会惊唔敢打着你一滴水。你看。这个我是讲淡薄互人听，所以看了今日我要讲这个就是这个三界就是欲界，4个苦的，7个是快乐的。4个苦淡薄我讲了，7个快乐的就是做人是快乐。了过了个6眼的红光，4大金刚。第2眼是叫做道理天，咱的天公大；第3眼叫阳魔天；第4眼就是叫道术天；第5眼叫法乐天；第6眼叫主宰天。相比甲了红光是真正庄严。伊人是最来故事是人，特别故事是人，安怎伊人来趁机出世做红光？因为伊人有做了10项的好。那么我讲10项的恶，我讲无了啊！杀生、偷窃、邪淫唔通做，骗话、西抓弄处，唔通去生地乱理命 ，and then 唔通点讲闲话 ，and then 对师妹唔通私山相信，long view 邪见，
唔通点点贪心，唔通点点性地啊！这个十项是恶的。贪婪女人来是上爱去伫做红光仙女，女人做仙女啊，第一无水的仙女来去批评甲蔑视全世界的王后，全世界的王后像个盲鸡安尼样评落去，嗰是仙女无水的啊！那是仙女水的，我想世界的人看到世界的人头壳出昏个了。所以女人啊，咱唔是讲咱贪，咱应该去这个好的所在，闪开这个苦的所在。这个就是咱来要想要去顶面，这个十项女人注意注意，女人那是对了，结尾女人是逐个爱出事伫前顶。你看今日啊，今日我来的是多山卡店无店一个人来讲，我伊讲伊下面伊阿叔啊，伊下面就在讲死，伊下面唔知来讲伊所谓伊阿嬷要死，你看伊要死啊，这个查某啊，伊无惊到暗的人。特别这个查某啊，照伊讲啊，伊讲真正无圣地的人，伊真正讲啊，真正顺人的世人，故意家庭呀呀。你看伊要死的时，安怎样？伊讲互伊囝儿听，我一顶马车伫停台湾了，我要去了。伊讲加两未过加两三日。未死的时，两个查甫真正水点点来甲伊洗面，所以你看无这个物件，人安尼袂晓，人安怎讲？这我不是所讲话，你讲咧话我魔鬼长，我惊死哦！去知影到一个水的查甫来游上久互你啊，是好物件来啊！你看咱了这个马要王苗，伊伫要投胎是投胎主的时，你看安怎样？伊望着查某来带伊去，死的查某带伊去，带伊去了大只山，一个山，才长叶了才换衫。啥物事伊人做呢？洗迄个一个做人的上句，像讲咱洗清气、洗白、洗清气，了白绿了才要去前顶。如果伊洗清气了白绿了，才来是投胎主才来投胎。所以这个查某若是到伊会看到安尼的物件。就是伊要去好的所在，佢今日在来乱听前下久啊，捌讲一个男伊家，伊要蹲开的点上6顶的马车伊看到，这个人做好太济，特别这个查某摊看到一顶啊，这个就是讲伊好，本事好就个是要去天顶的，所以来看，若是讲正实正对付的家事，你唔使来暗来磕头来拜土司，戳擦抽签免，你若是有影要行后爸母顺瑞家庭的，瑞大部人的事，再讲伊歹势，咱吞论，我逐回讲吞论谈金盾，今日这个查某谈金盾，就是啥物啊？伊要去天顶出现来看，所以看啊，这个10项你人想我，头一项爱布施。这个布施啊，你人听我布施的经啊，不得讲头一项人要变好，就要会大量会let go。恶的人直爱，所以这个世界有两好款的力 ，two forces，one is to grab， 这个力是要烧入啦，入晒，这个马术，不咧马术，但不咧过啦，是安尼样，这个是恶的。最好款呢，就是 let go， 放，我无通食，无要紧啊，我加做啦，欠食淡薄人食夫妻配饭啦，我食豆乳配饭啦，本是饱，嘛咧食夫妻配饭，你放晒较香啊，嘛是上豆乳配饭，本是炒，胡咧本是炒，胡咧本是圆，所以这个也要放。人伊放了什么啊？伊看人坎坷，伊饲人，所以这个就是对布施，饲人是布施，饲爸母布施，饲和尚布施。但你歹人讲，
路人直接敢去起这老和尚，我那没有说完了，路人啊这个抓和尚，说完了还没水，说完了本在70岁了啊，讲来大部人听讲，无，本来几爷讲的，哎呀，路人渐渐只讲去保释，路人去抓和尚，无呀，这个没讲，因为这个是假事，不讲，你会晓保释，你会晓练过，头一项，第二项。爱有戒，爱有戒啊！的人啊，是100%爱去天顶。那是保释尔，伊坐去天顶，但伊惊伊无够热坐，惊无够坐，伊来出世做人。伊较悬顶的，伊做一好野人；较中顶的，伊是做中道的人。因啲早卖互人保释的啊，互你真正可怜。后来就是讲啊，不达讲，本呀安达呀，伊早人要做好啊，伊是爱落地嘅，落地嘅啊受苦了，本来去出世做人，伊是逐月要食一顿啲找来食，所以保释了爱有戒，戒了爱第三项爱有关善，因为人啊。这个思想未大点，人若是有戒善了啊，伊个思想逐个是真正掂的人。你人无戒善的人，我教你看，有影无影，你去到房间，你锁点，你会使教你囝啊，是咧大部人讲，今日我无爱出来做工，我要修行去房间。但是你未晓戒善，你锁掉房间，你看你思想有大点无？上古大下面思想就大外面走来走去，这个你看人头一道要学戒善啊，头一项一看，哎哟，是我弄安怎？我这边想，那边想，这边想，那边想，我讲，那个就是进步。因为你一路来，你唔捌看到你心走来走去，像个蟒鸡，像个一只狗，睇下你看到了，你是头一项的进步。咁你特别教个这只狗乖乖，你话你才有利益。所以保释受戒戒善。第4项，佛讲啊，爱有礼貌，对是大人，对外面爱有礼貌，爱有大，爱有小，一个囡仔，你来想看一个厝还是一个社会，无大无小，囡仔叫伊爸爸，嘿，come here。这个就是讲啊，祖父就叫大乱了啊！头家无惊，古里无惊头家，囝无惊爸母，这个就是真正祥的祖父了。所以爱有礼貌，对是大人，礼貌但礼貌本无用，渐渐讲，日拄着阿嬷哎啊，跪落阿嬷，迄个礼貌，特别阿嬷，你渐渐跪落，直直跪落。你无饲咧阿嬷，你把日摊大累咧，你无饲咧阿嬷，阿嬷嗰啲无通食，都未使。所以第5项爱饲爸母，爱饲咱嘅啫。饲阿嬷阿爸是对4项，食够无，穿够无，大好事无，伊人破病有人顾无，这是第5项。第6项，佛讲，你若是见做虾米好，念经还是虾米？也是讲你保释，也是马仔你送家世，想到我亲情5月离开世间，你人知真正济，有的人伊人戒善，伊人加减有知安怎？我会记新开这间开这间 association 的时，直接甲暗人看到点无点啊，说完了马仔要来，今日你看伊，安怎到啲房间，影就像有人，这房间在有人，在今晚像有人。这个我真几条人讲，唔使惊，因为虾米事，路人看下啲行路是清气的路，伊人知讲事完了来，路人就叫保释，有的亲戚来听台了咯，爱讲的，所以这个第6项佛讲，见你做好，见想甲咱的亲戚5月，伊人我来就是要来讨讲的，今日我无听到看人讲房间有人啊，这边有人有鬼啊，有虾米啊。伊阮戒善的，安本真正戒。伊人讲，有个人戒善，伊讲，我知几个朋友伊戒善，伊讲我来戒善啊，有时像一个人行过哇，那3栋着哇，伊这个有当时是
红光本有当时是恶鬼，因为汝伫做好，伊人来讨食，因为汝开饭店，到间鸟无人会渐渐要去，这是叫做自然的咯。mana ada tempat jadi ada makan， itulah dia orang mari。所以这边的所在人伫做好，物件有爱来，唔使惊。因来是最水，去在是亲家无过来伫讨食，讨食啥物啊？伊人命也真人好度，我今日做好回向啊咯，欢喜。不达有讲一条经，不达讲啊，逐个路人回向啊，伊人无鬼念一条，一人一万度诺年的，好我这个亲家去到了快乐做啥物成功，伊人本有，特别咱无听到，安尼啥物事，伊人大的所在是叫 different dimension。我逐个讲，你要知是鬼无鬼，你看伊口有搭着地无？and then 有当时你一大向边你行过，你本 go through 伊是 different dimension。所以这个就保持是回向是第六、第七做好啊。你看人做好，你爱发欢喜心。安那无难啊，真正济人到头边，看你渐渐做好，伊弯道。你看你生意直直大摊，基本弯道，人好伊弯道。这个佛家咯，到头边，人伫做好，还是人伫成功，你发欢喜心，你恭喜伊个，唔通像个贪啊有诶世间的人，嘴甲你讲，恭喜啊，那边讲是那个唔知走白粉无，逐间安尼好谈。所以这个甲了是对这条路对弯道，后来就是叫做甘心心。所以第六、第七是，你会晓回向。第七个就是讲，人做好，你发欢喜心。第八，不得讲爱听经，无一个人会晓来做好无听经。今日你看槟榔几哪样？我大致上边大致吉人陪我讲几哪日，不管是啊，逐月一张一批来，晚底你来讲经吉人陪，点无点我带我的囝去听，死命我的囝去听，贪人我的囝转来变好。所以这个就是讲啊，逐人要变好，本是就要加减听经。特别贪婪有的人无爱听，就是阮我讲的经，坎坷啦，过着保施，过着受戒，过着这些商家税哦，我过着120块啊。这个甲了啊，啥物事？第一号是啥物啊？10块银落去，剁落去了就去天顶。所以这个我唔是迫害的人。你要做你，特别伊讲即讲即句话 ，guarantee 去天顶啊！即句话我讲唔对，咁若是有影安尼，佛讲的话唔对了，佛的话唔捌错。你若是对了即个10项，你话你才会去。你安尼10块银，但是天顶安尼偏咩10块？你这边要去新加坡就挣8块了，这天顶个安尼管。无听着，那是照算啊，照二条来算啊，我挺笑啊。天顶要开本就正糯米链才会去天顶，安尼会。你来去新加坡赚啊几类啊？我唔知。旅行来去新加坡几类？安尼骗啊？火车就是啦，你看啊，安尼今年呀，安尼今年呀，就安尼，物你知无？这边要去第一家天顶啊，飞机未够的咋，飞钱本未够，所以这边你看不大价。第六、第七保回向，甲这个发欢喜。第八爱听经，第九啊，听经了要传要讲，讲互舅舅听，像你人少年人听了，讲互阿嬷听，特别这讲互阿嬷听，本要细字。你唔通去讲互阿爸阿妈听，阿爸佢讲我食盐甲你食你食米，你来教我，你一个去听脑日经啦咯，免。你若是安尼样诶，坎坷日呢，你加加啊，阿爸你爱听我一个碟，是阮老讲诶，可以听。甲搭听经啊，我看今日本人变真正济，你看搭咧暗满台，三家些。古时我讲你听，我还未做回向的时啊，有一个暗我知，
今日生家世，今日都没，直接要做家世主，直接要做家世主，无人爱，来弄，大家有人帮嘅。今日啊，我讲是小巧啊，今日我讲我听，马路我人嘅咩道事做了，明年有查某来木了，讲我要做家世主，所以你看睇下人在，咁你帮要看，马在我只听去。马在9點起，我要講經講啊，或者生家世事，因為蝦米事啊？咱就要知蝦米事啊？開一個類，蝦米本無早去，是即個你攤下啲做你早去。今日人唔知講事安怎會好啲得咯，白日都人死了啊！人唔通笨蛋，我就講死嘅啫，死嘅啊！即係事安怎未曉講話，就講死啊！真叫要過嘅，特別今日我講真，那是講死，今日白日人死了啊！我那是頭生氣啦，你我是大錯開查某呀，你來上班呀，好就好了。一人，看啊，有當時會人，有當時袂人，因為咱做人嘅精神啊，真正複雜啊咩啊？你人家庭嘅事，囝嘅事。社會嘅事，讀定女嘅事，真一這行。了相比天頂無咯，囝免有事，厝免有事，趁食免煮食。這邊啊，你點愛煮食？有教員就係大波會較隨經濟。天咁你點用菜叉，你就袂曉炒白行啊？了點豆一把，大隻豆一把，食個驚。白行伊講我袂曉煮啊。所以這個你看，天頂無啊，你愛咩解？亂食咩解？夫妻啊，好無？免洗衫，免咩解？真正好。這個我你也袂去聽，你去了來打。所以這個啊，這個就是第9項，聽經了愛教。特別阿爸教袂行，你人轉去教囝，教隔壁厝邊。你若是教，你傳經。傳經嘅人，逐個出世愛聰明。今日我時甲你講啊，天頂啊，天公嘅所在叫有一個叫做伊個好是伊個啥？聽，迄個樹當嘛好啦，不管是若是講一個人世間若是死了，伊故事有講經。人講來哦，世界來，叫伊真正來打。那路人那是搞的，一般多數靠我在這幾個少年家會講經，把你死了，你看聽講啊，今日是你講的日，但我講經吼，這個真正好，所以第9項就是傳經，第10項對咱正事無對了唔對，愛戒掉，真正這人未堪戒，唔係啦，我食豬籠也菜。8年了，他那叫我放掉，未放啦，未let go啊，未放啊，錢個未放，這個個買放，心個買放，你參了，白死嘅，多就即係入到輪回白死啦。所以這個10項，你人若是對了，就100%是天頂。特別今日我要講嘅物件，就是叫四諦法。佛講啊，攏總來出世，是來擔苦，未走。這邊四諦法是死嘅實在嘅物件，特嘅佛，故事嘅佛本是教這個四諦法，將來嘅佛本是教這個四諦法，睇下咱嘅釋迦牟尼佛本是教這個四諦法。這個四諦法，咱正着愛知，念經好，念經了心靜清靜。特別你若是無，咱知來出世啊，特嘅囡仔好對無？無一個講哈哈哈，我來出世了，好機會，無。所以今日我要講是頭一個四諦法，攏這個咱當人嘅學，當人嘅話是講啊，苦集一道，苦就是啥物啊？正來出世，無論我出世啲地域，做人，翁公，還是台灣天，
还是五色界天来出示这个31元，是来加考。第二项，这个考的原因是考头一个是考，第二项是接是啥物啊？这个原因，这个考对伫倒落来，对咱的贪。倒落一个回向，那是家的老少，伊叫你讲刮来贪。人佛的经就是清气的经，特别讲起人家的经安怎样？像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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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吐啥物？你叹啥物？有的人吐，我爱发财做millionaire，真正这那是念了会叹，我教你人念。佛有一条经讲啊。那是拜啊，吐是哭头了，会叹这个四项，阿有长会寿，玩乐水，好业，身体健康。我叫人吐是拜啊，拜个叹。特别佛讲，我真在这个安怎拜给叹，所以我叫你讲，唔通去相信这个拜。所以这边啊，咱就要知啊，这个头一个考是叫做接考接灭就是这个接头先接是对这个贪来，安怎样要脱离这个考就是起觉这个贪，安怎要起觉这个贪，真正坎坷。你问大人，你经济顶条好无？嘛那会使。你米红你倒掉好无？嘛那会使买，但你佛无教安尼样的咯。佛教你爱用vipassana禅，这边达过啲教的禅，教了你人对了，你贪心直直无，你贪心直直无，伊主动性地直直无，性地直直无，无耻也是妄想直直无，这个三项看来看去。所以头一项爱刮了一个贪，这个贪是啥物啊？是 energy 啊，力来，这个力啊，带咱出世即世，有个人问我，这个贪安尼有力咩？安尼强咩？我莫讲上济，我讲我你听淡薄。一个查甫一想甲一个查某，真正爱迄个查某，但不了查某啲。三心两意，又爱又卖，一头壳就出昏。你知无啊？嗰个查甫啊，食未食，困未困。你问看，好困哦？啥咩啊？到2点我个知啊。啥物事？我个 girlfriend 慢点爱，慢点卖，慢点爱，慢点卖。这个就是一拉啲浪，像滚水啲滚，clock。滚个久啊，嗰个大个大 aluminium 烧，我一倒，规间厝倒火。就有当时人系滚水，要去行 supermarket 了，上个慢一久转来，我拄着朋友袂记了，直去，要今日暗才转来看走卡就烧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讲啊。这个贪是真正厉害，是火来、energy来，去做路啊乱其他。and then 靠接别，那是有了这个靠，特别无一条路会脱离这个靠啊。that means 佛教是一个叫做闭关 pessimistic， 无路通透。特别佛看到，你若是会晓对佛教的路是啥物啊？十句佛家是叫你刮掉这个贪，布施本是要刮掉这个贪，修戒本是要刮掉这个贪，这些是不是我刮掉这个贪啊？刮掉贪的根啊，根本把你带起来，到根带起来了啊，你是成功的人了，死了脱离入团了，无来出世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讲靠接灭，所以这个你会谈着明白什么是入团，嗰个是叫做 escape 脱离这靠了。
按道第四项考级别道，道是啥物啊？不正道，最那是对了，这个不正道。今日伊是早甲晚，伊要脱离这个生老病死。所以你看，今日唔使讲啊，伊阮回想，当人回想，真正坐甲这个四谛法甲不正道是小乘的经。咱的经徒是念就好了，念了会去立团。这边我是讲啊，我就当讲互你人听，唔对咯。你来想看念经会刮掉贪未？未。你看真正济，我逐个爱讲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徒是念17年一念。我讲你怡保老和尚，我甲我找70几岁怡保，一叫你唔是大怡保，伊拄着我伫怡保，伊是新加坡的和尚。伊讲啦，师父啊，我今日70几岁啊，我日念阿弥陀佛12千斗，无12千斗我无去困。按照我念个17年啊，我个无看着好啊，我无进步啊。了我问伊讲，按照你讲你无进步，伊个真正阿莫话讲真正 frank 是也实在。伊讲啊，按照又无进步，伊讲是安怎？老是老，有时查某来我佫爱看，70几岁，伊无堪问，所以你看念经都袂挂咧堪啊。我逐个嘛是讲哦，我有一个老我的亲戚，这边去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哇，早起念到11点了12点要食饭的时吓者，就几点钟了。按自己我洗起来，了你在洗起来啊，古时的人家境真正歹哦，几粒就拍。洗起来啊，佫袂使无用沙文啊，用沙文就是骨了卡落落去啊，死囡仔死啊，有受死地命破解落。臭死我了！这边咩扑嘅落，你问你句讲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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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死啊！自己咁我就所以自己咁就弄面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你这个圣地都冇嘅。有陣時我講我都聽，後一項我看到，我哋嚟出街啦，看到點樣？我係聖地嘅，我估。不管是这个人讨食，互人批烂真正济，我互高价啊！讨食佫不要紧，互高价。安尼虾米说？有个人我都去讨食，你狗佫看衰路，跑落去一块肉起来，连我头去看，你狗我都无拍擦。了你人看了袂归心。然后你人讲我带你去，互老公看，讲 no， 我唔，你 promise 我一项，你唔通拍你狗。他點問咧？佢叫老公嚟，老公講 I want to give you an injection. No doctor, don't want injection. 我這個無騙我，將我全家死人。所以你看高價升地無，批爛無升地，故事那是你批爛我教你算老少。你我未算老少，我拍一支互你教。你大好清楚啊！我叫人講，去甲走人。特別我談下無，你試試我甲你講，啲打落來對謝善，所以今日我講，保持修戒謝善，謝善了你會貪嗔癡無，你是不會來脫離這個苦海。所以這邊啊，頭一項啊，我係講啊，來出世是來打苦，這邊我聽，咱摕3世來算，我唔是看3世冊啦，我知3世冊。睇過特佢看啫，正史冊啊，正史冊啊！我哋正史冊真正一人去看，看了再來考，蝦米考得，有自己就冇夾一個查某夾一桶嘅碗來送我，我阿嬸蝦米事你夾碗來送我？伊講我去看正史冊啦，伊講我到啲天頂弄破，人嚟啦，睇下我嚟摕碗來送咯。我講阿嬸啊！你無弄我，你去弄紅礦，你去還紅礦啊！你唔通還我。伊講無啦，伊講你菜哥講啊，凊彩兜你一個暗就會啦。我講你唔使講啦，還債啦，你保持啦。伊講安尼只我有接受。我講好啦，我保持，我就接受。你講要來還債，我袂使，對嘛？
头条我唔是咧红光啊，你去拢破咧红光。个第二项啊，红光又心动咱啊，马上佢来破诶。或者天顶，拢总是心动咱，无放西哦。那是天顶阵阵放西，咱这边阵阵知道红光西啊。因为后尾虽然鸟只无像，所以今日我讲，咱来摕三事来看。咱今日来，我讲佚佗马萨。来吉啦，来佚佗啦哈！今日讲咧，唔是人啊，今日唔是人啊。今日咱是人中大啲世界天啊，世界天3界，头一界是叫做无世界，红光无上久的。落来第二界，第二眼世界天红光有上久，特别拢种查甫无查某，因为遐面无约会了。落来咱咧叫做欲界，有查甫有查某。咪讲咱无上久的，咱人人有上久，所以咱就摕第二眼啦。计咱拢总是红光来啊，拢总是查甫啦。咱的会修啊，一个大劫，还是8个大劫，还是64个大劫。一个大劫，你人知着久啊，免讲了，你知无？真正久啊！7支手的马肚会看，7支手的长，7支手的悬，一班人一斗架来抱来揉甲这粒马肚，直直剥甲了，把你一个大劫。咱来是讲拢讲世界天红光啊，喇嘛来，哇，拢总水啊了。咱来想看，今日咱来出世做喇嘛，对倒落来。即时咱是喇嘛，正时的打落来，正时是做人，做人受苦，受甲真正苦了，把你才会出世做喇嘛了。咱受虾米苦？咱叫做修行的苦。修行的苦是啥物啊？入大巴，唔是入这树林巴甲这阿摩东乡啊，唔是啊。大巴有好有枪，我们入大巴无通食，龟子家老把你捡来食。一句话无讲，水月日水年，这修行头毛无剃，and then 衫裤有当时有这树皮啊虾米摕来用，修安尼咧苦水10年还是水8年。坐禅甲3拜律入定，入头定、2定、3定、4定，第4定喘开本无。所以你看受苦无？一日食一顿，多啲巴呢啲食，受甲安尼苦啊！会使讲啊，1000人要坎坷拄着一人会耐心受安尼苦。会使讲啊，100万人啊，无代表有一人会打下安尼苦。伊去去大巴 complete isolation， 对社会无见做些，伊坐禅了，伊会摊入定。再入定了，即时把你才来出世做喇嘛，今日是喇嘛，做暂时受大苦，即时享受做喇嘛。做正事嘅真正苦，特别即时嘅苦是虾米呀？就做喇嘛了，今日睇咱拢总是喇嘛。会苦虾米啊？就出世做喇嘛，哇！我成功了，哇！你本成功，哇！你成功，咱应完了，咱出世了。我见起了，我成功了，我免出世了。我会修安尼等，渐渐地伊大热去了。所以这边我讲，你听一条短短的故事。你看佛有伫个世间，一个马哈喇嘛到伫这台湾天王，伊是台湾天王来，伊想直接你看着，拢总伊的朋友甲了是喇嘛来，伊讲你看。
苏拉家里醒了，眼死了，人这边活大的这他妈那再讲一想呢，唔就想，因为 Brahma 本是生有化空，伊无看到，伊看到现实是我是 Brahma， 然噗不到变起的台湾天王而已。and 台灣聽我就看到不大講，嘿 welcome 個當啊 welcome 來，歡迎你來，應該你就較早來哦，這邊嘅所在無死了啊，有生了就無死了啊，永遠啊，and 不大講話聽，哦 Brahma， 你本是無永遠，嘿，安怎無永遠？你看我出來嘅時間攤啊，世界攏總咧，一變，咁了話。我背下面會談下面，然伊安尼啲講啦，你看伊八嚟 Brahma 講好佛世尊啥？世字你唔通思想講話，這個是馬Brahma，這個是第一通天下嘅第一關了。然古達講，你是絕對，你是魔王入路了來講安尼話。然後你看是台灣天王就講，你看我變，我背下面，你看我變無，你看無，不得講你變，一隻變，不得講哪你大很變，一變，那不得講哪你大很變，所以對別人看袂着，但不得看會着。然，伊講你看，睇下我變哦，你看，但不得隻變，有影你吹無，把你一隻在顧別人較關注伊。這邊是咩啊？只別人較關過伊啊，伊我見就香就淡薄咧。所以這邊來看來出世做馬Brahma，正是受大苦，這時嘅苦是咩啊？是咧啥？我見愛浮起來，這我見愛浮起來了，因為有了這個我見，過了一個大劫或是八個大劫，噗，伊要落來出世做紅光了，伊來出世做紅光，伊落第二站。是叫做色界天嘅紅光，唔是色界天，叫做欲界嘅紅光。欲界紅光你嚟出世，那時出世咗大波嘅紅光，哇！仙女安尼水，哦，伊出世咗仙女，哇！我本安尼水，嗱，伊本安尼水，安尼水，嗰啲我嗰啲水，伊就夠水就有愛，夠愛確實垃圾了。頭一項伊是。我見起，他那就我見個尋愛本起了，愛起了不要緊，這個仙女怪，了，你是把一個人講，你來去甲我仙女講話，我，咩？蝦米時你來去甲伊講，伊甲你講蝦米話？錯紅字，所以紅講不如教咯，你看你一個經不得講，有一個查某，這個查某是就是安努魯的。是達到太祖嘅個性即班兄弟，這個查某噗出世，界死嘅紅光，死嘅紅光，伊人紅光先咧，就出世，你出世啲我嘅所在是我嘅，出世啲有咧所在有咧，特別出世對啲死嘅界位，死嘅紅光小槍，所以你看本是有貪有錢。有痴，咁有貪有錢有痴，伊大啲世界，大啲這欲界嘅前景，咁無咗久呢，噗落來做人。台灣天王嘅紅光落來欲界，嗰落來出世做人。啲落山，你人出來冇得假看，落山嘅時啊，你唔通入嘢，你唔通踏力，你落山嘅時。無通咧啊！有當時你落較上上了，你用踏力去動啊！所以佛經嘅在來講啊，一個人咧大啲頂面啲落一失敗，啲落無力，伊來出世做人了，欲火過去，貪過去，勝地過去，大一過去，這個甘心過去，偏話老，苦卡住落了做禽獸，做餓鬼，落地獄，落到下底叫做無間地獄。阿莫話講 rock bottom，
交底了，交底了啊，人会兴发上济了。我唔敢，我唔敢，你把惊歹，你直直拍拍。伊甲你讲，我唔敢，我唔敢，我唔敢，都唔敢唔敢，伊也唔敢做，伊个去来出世做人，再出世做人。唔烦恼我讲，甲张出来600古嘞，伊是未记讲伊大地个起来，伊来出世，你到18，你知我住住，我是一个大山卡的 representative， 我是大山卡的，人讲 politics 啊，你讲嘅话拍一支互你教，and 有个路。落，搞解就我唔敢，有个起甲落，所以这里啊，我就是讲安尼话，好多人听。咱来出世，咱的心未在。你听好看，来出世台湾天王了，但我讲，拢总是不嘛，安怎无稳，安尼因果逼咱做。直直做好，如果无做好，就落来。后尾属于大不拉嘛，我未做未久长，因为这个力，这个骨力心可以去世界天，是 energy 用了，像雷开了就落来过来做人，来过贪雷，这贪雷是咩啊？直接来做好。来教来出世做人嚟，知唔知啊？有個咪做好，就這邊有個愛直路，所以這個頭一個考就點呀？因果壓迫咱做，伊就愛做。你看做台灣天王，分就要安尼快樂嘅了，伊個就要做好，伊若無做好，伊直直路。所以今日你看我大媽講，咱家佫佚佗啊，攏總是布拉瑪來。睇下咱第二行佚佗嘛啥，第二日了，咱来佚佗。今日咱唔是世界天的紅光啦，今日咱是紅光神女啦，查甫是紅光，查某是神女啦。這個叫做欲界了啦，紅光。咱要摕3事來想看。今日咱來出世做紅光是對幾大落來？對正事，咱有布施，甲有受戒。布施是真正艱苦，甲受戒真正艱苦。布施啥物啊？家己魔鬼出汗的淚，家己唔敢食，煮了嘢来互人食。受戒，你问真侪人讲受戒艱苦啦。我定朝就要食鹹啊，我無食鹹我袂爽啊。炒粿條我逐個叫係鹹濟濟。了我逐回佫袂要緊啦，我愛買鹹啦，愛買雞啦，愛買吉達布魯水雞啊，哇食青啊，我陣去這裡2樓啦，食青啊，你人想好好看，睇你夾酒啊，醒起啊，了伊骹手用剁，但用變冷，頂落一月日較加一個老查某來。伊來布施，伊講我布施互我的孫，我的孫死啊！伊講啊，伊還未死的時，摕伊手啊，兩隻手甲兩隻骹來布啊！了，針我的孫啊，針刣夾酒啊，夾水雞啊，吃。福建嘅茶來吃真正明，你知無？來出事，安尼看啲吃人皮。到甲地極，伊無3箍 ，and then 伊吐3箍。人睇啥物啊？照伊看是3箍啦，特別是鐵板浮甲紅。你話甲這鐵板啊浮甲熱來爆你心了燒了塔頂才來熱袂當下啦，才來開。開嘅時啊，你飲板啊，搖甲肉，遐搖了鼎，人講鼎。你鼎無下油啊，你下肉去煎啊，油鼎，即個你吃起來嘅時啊，因為你肉油甲你鐵板吃，皮呢落起來嘅了，你看見紅，因為啥物事？你吃人嘅皮，睇下人吃你嘅皮，
何苦去做安尼物件？食了毋是讲就好，贪啊人真正恶毒，怎样讲？有个人啊，惊地个无位啊，不便便啊！你在新加坡安怎做啊？唔当新加坡槟榔vẫn有啊，但是槟榔伊无出现互人看，伊人掂无掂把持啊？你爱无？你爱哦？食了食成上哦，好啊！唔是食狗吧？这个蠓鸡啊，伊人开摩托车做这个花园啊，摩托车不是开边边啦，系金少边边啦。恁拍停你看，蠓鸡看就金少唔是跳落去啊，跳落去一阵棒突砍了，呼滑走了，滑走了，怎样做啊？再来开系古尼地，古尼地咧再来压来绑，司机即骹甲手绑，后桌顶凹一个坑。也这去到都提了啊，10个人，一个人无定就是唔知100块，10个人1000块，1000块安怎做？伊提咧头，伊互你一个银的铁腿，来，阴死，哭，哭了再来用手扯掉个骨，再来系两支戳。上边的好的样，俺咱之前去食，你来去食，好食无？我再来笑，上边的好你去笑，这个100块是啥物啊？惊位啊，地个惊无位啊！所以这领钱啊济啊，这摊啊，甲了摊啊，槟榔的蠓鸡摊啊，伊人去当化就这个蠓鸡，真正济人讲这。我就放你去等，所以你看哦，人真正恶毒。所以当晚我讲只做红光啊，伊人今日什么呀？对波斯对有界，今日人来出事做红光。and then 正是伊人做安尼哦，今日在做红光，特别就做红光了啊，就火气了。哇！我羡慕安尼水，我就甲你讲啊。全世界的查某去批评个神女，像个蠓鸡个人去批评安尼，所以你看，就做出事做红光啊！你话讲来出事做红光，家家人拢总是神女啦，唔使天衫啦，唔使煮食啦，唔使读册啦，唔使跳厝啦。你爱咩该叫做啊？咻，停起了。你咪就只，你爱啥咩？来了，都拢总行动啦。所以啥咩啊？阿莫话讲啊 ，idleness is the devil's workshop。and 你过头闲，你看有个查某啊，真正好命的查某，过头闲啊，教人做大富翁的大部人了。过头闲，伊做咩啊？真正闲啊！阿三煮饭食啊未？头家转来食了未？转来食了，好，最后我食淡薄，食了。三啊，头家来转来讲我无地去得咯，我要拔自己啊，麻雀啊，我要去得咯，大部分是上过头命8只了，爱做你，伊讲买做你是讲，你每看做你虾米？nightclub 嘅特名上同場，啉酒場、喝酒場、乞仔場、隆中場，人這個隆中場是啥物啊？是愛落地嘅。所以人看冇得講啊，啲天頂你貪錢自己要落嚟做人了如果落，直落。所以當晚我講啊，做台灣天王，本直落無。